12月1號嘅凌晨時分，繼續同大家跟進呢大埔火災意外，都好難呢就話即刻講其他嘢啦。咁雖然呢嚟緊呢有機會就係嗰個選舉會如期舉行啊，咁可能嚟緊呢亦都有啲論壇呢就話禮拜二、禮拜三左右可能會開始翻，咁我哋就觀望態度睇下係咪真係啦。咁跟住呢就係想講呢有一位藝人呢就住係大埔宏福苑，即係成個燒咗呢件事件。咁原來佢好傷心啊！嗰個就係謝安琪啊，因為原來謝安琪咧喺度長大嘅。我諗今集咧，希望大家繼續免費訂閱，方法就右下角撳訂閱時間，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啊！咁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感激感激。咁謝安琪就話啦，咁經過幾日嘅沉澱，咁作為曾經喺呢度生活嘅居民，宏福苑係我長大嘅家園。咁從童年到成為歌手，直到係出嫁之前，咁呢度咧就裝載住咧我整個青春。眼見過往嘅居住嘅單位，各位睇住我長大，愛錫我，關心我街坊嘅家咧就被吞噬。咁幾天內咧就係告別咗我嘅舊同學，我敬愛嘅長輩同埋眾多嘅好鄰居，我嘅心痛係冇法咧係言語嘅沉重。咁睇住消防員咧奮不顧身嘅身影，救護人員不眠不休嘅奔波，街坊嘅哭泣，同埋受困者嘅呼吸，我哋都感到束手無策。好想盡力去做一啲嘢啊！哪怕係一個轉發、一個問候、一束鮮花、一個鞠躬、一筆捐款，一有時間就去做義工，細心了解每一段新聞嘅資訊，而且騰出一刻咧喺心裏默默送上嘅祝福，每個舉動每份心意係凝聚起嚟咧，都係安頓受創家庭，支撐咧佢哋走落去力量。大火無情，家園崩塌，但係我哋仍可以成為彼此嘅依靠。感激每一位盡心盡力參與救助嘅人員，向所有消防同埋搜救隊員就致最崇高嘅敬意。感謝你哋無比嘅勇氣同埋無私嘅貢獻，衷心向係拯救任務中失去寶貴生命嘅英雄何偉豪先生家屬致最深切嘅慰問，並為喺醫院治療嘅消防隊員送上係至誠嘅祝福。我哋都係與宏福苑受影響嘅家庭，以及所有係出心出力嘅市民緊緊相連，願我們係以互相扶持嘅力量，共同面對呢段艱難嘅日子。每個人面對哀傷反應都唔同，請允許自己悲傷，亦都要記得喺撐住別人嘅同時，亦都要撐住自己。火雖然已經係撲滅，大型嘅善後工作立刻緊隨其後。當新聞熱度減退，嗰啲失去家園、深深受創，未來而且有漫長道路要走，以及無數挑戰需面對，我哋嘅支持唔應該只停留喺呢一刻。願我們將此刻嘅傷痛轉化為長久嘅承諾。創傷需要時間修復，而我們願意同行陪伴。家不只是一磚一瓦，也是絕望中仍不放棄彼此嘅一份守望。願逝者安息，願生者堅強。遙遙前路，我們一起同行。衷心期盼受影響嘅家庭能夠早日重獲安定。附言，過去幾日一直收到各方朋友慰問，感謝你們記得我同家人曾經住喺宏福苑，謝謝你們嘅關懷。呢個就係謝安琪一篇係非常之長嘅一個書法啦。我自己就唔識人咧，就係住喺呢個屋苑啦。但係原來阿表弟即係中環嗰個表弟咧，佢有朋友正住喺咧就係其中一個着火嘅大廈啦嚇。當時佢話咧係佢一家人咧係即係有工人啊，有小朋友啊，同埋個媽咪咧應該喺屋企嘅。但係唔知咁啱咧，就因為補習班咧係改咗時間，所以咧就要係早啲出發。就亦都係因為早啲出發嘅時間咧就避過一劫。就好彩啦嚇，即係執翻命仔啦。即係個爸爸又做緊嘢啦嚇，就唔喺屋企。但係個媽媽、工人同埋個仔咧就係避過一劫嘅。非常之好彩。不過咧就話啦，又係嗰句啦，成間屋燒晒啦嚇，所有嘢都要從頭嚟過啦。而家就好似謝安琪所講啦，其實唔係淨係話你認識嘅人住喺嗰度，你先要關注件事嘅，因為可能好多人咧都未必識得人咧係住喺呢個宏福苑嘅，或者未必人識住喺大埔啦。我自己認知人咧都係以前住大埔運頭塘村嗰啲朋友嘅啫。嗰邊咧其實宏福苑嗰啲我唔係好熟嘅。但係謝安琪都話啦，其實係咪真係嗰個熱度過咗嘅時間，大家就會開始遺忘呢？你問我嘅，我覺得絕對會嘅，係因為咧香港人係比較係善忘嘅，有好多時有啲係好難忘嘅事件。其實你1年、2年、3年、5年，其實已經開始大家慢慢淡忘噶啦。譬如好似係香港人啦，有一啲日子嘅。我記得當初嗰時，哇個個好熱血啦，哇咩不能忘記啊！但係其實你睇到好多個新聞片段，你見到係
開始即係某一啲嘅日子係越嚟越少人，越嚟越冇人，係越嚟越係冇人理嘅。咁通常咧啲人咧開始唔記得啦，但係幾時開始突然間 hit 翻起咧？就係咧有好多嘅警察突然間出現，咁啊警察一出現咧就令大家又記翻件事啦，好得意嘅。本身大家都唔記得咗啦，原來咧中國香港警察咧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令大家咧不能忘記。嗱，其實而家係即係搜殺即係遺體嘅工作咧，咁啊警方嗰邊咧係繼續咧係做緊嘅。咁而家死亡數係暫時一睇到就係146人啦，但係肯定唔止咁少噶啦。咁但係點解？咁點解冇辦法係再係數嗰啲即係遺體咧？因為第一就係其實數量咧就係即係之前一直都話係好多噶嘛。咁同埋啦就係入邊係情況係好混亂嘅。咁而第三就係講緊咧係喺救火災嘅時間，因為係不斷灑水啦。咁其實如果嗰個遺體咧係俾火燒完之後咧咁變灰啦，咁你揾水一沖嘅時間咧，其實可能你已經沖到周圍都係噶啦。咁你就好難咧，再揾到一個完整嘅遺體。咁所以點解警方就話而家係即係講緊可能起碼係過百宗嘅即係遺體咧係冇辦法追查。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啊嘛。嗱，咁先頭咧就係謝安琪有一個好感性嘅一個即係書法嘅文章啦。因為佢以前細個住嗰度，我都明白嘅。尤其是識咁多人啊，即係諗佢啲朋友，佢話要同啲朋友道別，即係佢朋友可能喺呢一次嘅即係大火之中咁樣離開，即係好唔開心啊。咁但係咧。又睇到係有一單新聞咧，就講有兩個人咧就係離開咗喎。咁離開咗咩咧？就離開咗佢哋嘅屋企，咁就俾國安公署咧就拘捕咗啊。咁大家都知道啦，之前有個大學生就係即係國安處就話佢涉嫌係煽動啦，就拉咗啦。咁而家有第二個人咧，又係咁樣係受住呢次係宏福苑咧5級火災咧，就話意圖話就係煽動。咁所以咧係就拉咗係另一位咧就係一位咧叫張錦雄嘅人。咁原來佢係咧係前區議員嚟嘅。咁之後睇下警方即係繼續係有咩後續行動啦。咁但係其實市民咧亦都係有一個行動，就係講係啱啱呢個禮拜日咧，咁有好多個市民咧前往呢個係宏福苑咧，就係排隊就獻花就係致意嘅。咁而警方估計人數咧係1500人，但係如果你話我睇片嘅話咧，係應該唔止呢個數嘅，即係可能係警方係即係約攞估計一個數字。咁因為講緊嗰個隊伍咧係長達咧係超過1公里嘅。咁入夜之後咧，咁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未散去嘅，因為始終咧氣氛係好沉重。咁即係你問啊，點解會有咁多嘅人去專登走去即係悼念咧？其實一來就係覺得即係佢哋咁樣死係好唔抵啦，即係好唔應該死啊！因為佢哋係首先佢哋係用咗佢一生嘅積蓄。咁就去奉獻嗰層樓，咁而且咧仲要去繼續去俾嗰啲嘅因為嗰個強制驗樓啦，就要係俾一個維修費，而嗰個維修費係講係成10幾萬。咁好似喺即係大火入邊咧，有一個即係單親媽媽，哇睇到條片好慘啊！咁佢不斷對住鏡頭係喊，就話自己係用晒一生積蓄買層樓，點知就燒晒。咁而且就話係要係俾維修費又冇，而家冇晒錢啊！佢話佢自己咁仲要帶住個小朋友，咁佢話而家都唔知點算好。咁而家個情況咧，係好多家庭喺入邊都係咁嘅情況，所以點解咁多市民即係專登嚟到啊？即係一來就係可能俾一啲嘅支持，即係生還者啦。另外就係當然係即係對於係即係死難者咧，係一個係悼念啦。而第三樣嘢就係因為大家都一直來係想揾一樣嘢，就叫做係公平、公正同埋公義。即係如果李家超所講嘅就話香港有國安法之後咧，繼續係有呢樣嘢嘅話咧，咁我希望就真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而家見到咧，即係佢係有拉到工程嗰啲公司嘅人嘅，咁但係好可能有其他啲目標人物，啲名字響當當嘅，咁啊仲未聽到係會係即係拉佢嘅，咁點解會咁咧？我都覺得奇怪。喂，講到明佢同嗰啲咁嘅工程公司有莫大關係嘅喎，咁係咪因為佢係背景有啲背景咁冇理由，因為有背景嘅時間係就唔拉㗎，冇理由㗎。咁你睇下政府一直就算你警察啦偷拍影裙底佢都會照拉㗎啦，佢唔會理咩人㗎，犯法就係犯法。咁我哋而家就希望可以睇到公義，但係暫時都仲未睇到咧，係呢一個公義出現。咁所以有好多個市民嚟到，其實佢心態都係希望咧，就係政府係會俾一個答案，有一個交代俾翻咧，係即係香港人嘅。咁但係我之前有條片都講過，就話如果你想揾到呢一個公義嘅真正答案咧，有可能長達12年以上。因為我講緊就好似南丫海難嗰單嘢咧，其實都用咗係12年嘅時間先至開到庭咧，就係將嗰件事咧係即係所謂嘅叫做係講清講楚嘅啫嚇。但係你問我嘅，有好多嘅家屬，即係對於即係件事到最後咧，即係開埋庭啦。咁你問佢哋得唔得到滿意答案咧？咁有若干咧都覺得唔係話最滿意，不過即係起碼話了咗件事咁解嘅啫。嗱，雖然我知道咧，以前香港歷史上面都有個大火咧，係講緊係冇咗成600條生命嘅，就係講緊係馬場大火啦。咁但係你問我嘅，我覺得係呢一次嘅大火咧
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嗰個恐怖程度啊，因為係講緊即係個大廈咧係咁樣即係着火啊，即係一棟着咗，後尾之後另外嗰6棟咧咁啊跟住着，咁做嘢哇燒咗成10幾個鐘頭，喂嗰個情況咧係好誇張嘅。同埋你話馬場咁即係入得馬場應該都係大部分男人啦嚇，亦都係大人嚟嘅，咁即係都係去賭馬啊嘛。咁好啦，咁你話即係當然啦，有好多嘅家庭可能冇咗爸爸啊，咩家庭支柱啊，但係你睇下今次呢次大火係唔單止冇咗爸爸啊，亦都係冇咗媽媽啊，家庭支柱又冇咗，即係亦都係小朋友又冇咗，爸爸媽媽又冇咗，公公爺爺婆婆又冇咗，喂根本你諗下有好多即係全部乜都冇晒啊，連錢又冇埋。咁所以你話呢一個大火係咪香港歷史上係最影響到香港人嘅一次嘅大火？我問你啊，你自己諗下係咪啊？咁你話如果李家超佢仲係用一個心態就覺得總之我聽到有人想咩搞咩聯署或者係想搞煽動嘅，我告佢，咁係咪就係代表佢可以將呢件事去冚住呢？而家最慘就係呢件事已經去到咧係中央嘅耳仔度，阿習近平高度關注呢件事。習近平係咪可以俾你班人咁就咁算數呢？你記住，國內有好多一啲嘅案件，好似例如就話呢啲係爆煤礦啊、大火啊，係會有官員落馬嘅。所以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睇下咁究竟事態發展去到政府層面，政府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嘅變動，係會喺短時間之內出現？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希望大家繼續免費訂閱，咁方法就右下角撳訂閱時間。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咁感激啊！咁約定大家，我哋下次時間再見，拜拜。